1月20大寒是一年內底上寒冷的節氣，象徵冬去春來，希望到來。臨安基金會永康平安站特別選擇了這一天，攜手永康區3合里，在里內舉辦愛心便當送愛到清寒家庭活動，將一份份燒燙燙的餐點甲關懷，親自送到寒水手中，溫暖綠色族群。跟仁安基金會搭配的對象是3合里的低收戶，還有弱勢家庭，還有一些邊緣戶，他平常時間他收不到很多的資源的時候，那3合里是一個老社區，老人家特別多，甚至很多是臥床在家的，所以他們不方便出門，所以我們把這次機會呢，把送溫暖送到他們家裡面去給他們，也希望大家都平時多關心左右鄰居。大家給多打聲招呼，多一點點關懷。為期1個月的時間，會在永康各里進行巡迴，然後發送愛心便當的活動，然後希望各界可以踴躍支持我們的永康平安站。那我們韓式尾牙吃飽30也在現在正在開跑中。那預定就是2月2號會開始發放年菜。那希望各界也可以踴躍支持我們的韓式尾牙吃飽30，幫助這些清寒家庭、單親媽媽、清寒學子以及無家可歸的街友。立委陳廷輝服務處、立委謝龍介服務處以及議員林彥祖、朱正軒服務處，也攏派員協助送餐，行動力挺這撮活動。臨安基金會目前也長期咧推動第36屆韓式吃飽30公益活動，會佇咧農曆年前將各界希望之光送到韓樹手中。因也希望有更多有愛心的朋友加入，讓愛甲溫暖延續到每一個角落。3合里愛心送團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